金球嘅内列报道来看到，一位青后生嘅与嘅拖延嘅用梅西云平共享表演艺术科2年生冯志坚，而去年发行体奖专辑以贵嘅零天宫2点，系一位金球奖最佳抗疫歌手，系一位家底外年纪轻细嘅媒体界数年学生身份参赛嘅一位者。 云平共享表演科2年生王志坚，跟他14岁，演技真好表演，上台前就会拿出另外一种磁性来表现自家。演技好唱客家歌，去年佢发行体奖感人专辑，以贵嘅颁奖2点，呈现出创新嘅曲风。对规前片作品本人饰演到一位今年嘅金曲奖最佳抗疫歌手。 其實呢擺非常嘅歡喜，也非常嘅榮幸啦，做哋呢位嘅最佳客家歌手。呢種專輯其實本來嘅感受深度啦，因為也係已經自家嘅第一種行業專輯，真嘅非常嘅歡喜啦。王志堅自細好唱歌，參加大大小小嘅比賽，為咗加強自家，先設表演課，豐富嘅經驗，本期有超齡嘅表現。可主任總體文是惡腦機，又乖又負責。 但是也很努力，他其實利用假日也會來學校練習，然後也會去到偏遠的地方演出。我覺得其實我們學校給他資源，其實也相對的給他一些客語文化的宣傳，我覺得還不錯。今年金球獎、抗疫歌手獎有3個人入圍，地位包括上屆嘅得獎者競爭同激烈，其他入圍者請後生嘅一屆，全班同學們替其加油。客家新聞羅安泰、陶健報道。